又係站立式普拉提時間啦。做嘅時候請大家留意呼吸同埋核心嘅位置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就開始啦。吸氣，遞手拉直個身，雙手用力好似撳住個瑜伽球咁。呼氣收腹，重心坐後去臀部位置，雙手撥去腹部嘅位置，膝頭哥就會被動式屈曲。吸氣，再將手撥翻上嚟，拉直個身。呼氣又重複動作。呢個動作除咗收腹之外，主要就係練下肢嘅。同時雙手微曲用力，亦都可以鍛鍊雙手嘅肌肉。吸氣，遞手拉直個身。呼氣，將隻手放翻落嚟，雙臂緊貼住個身，然後緊握拳頭，收腹，重心坐後，雙手拉去背脊後邊。吸氣，起翻身，將隻手鬆翻。呼氣又重複動作。呢個動作除咗收腹，亦同時係鍛鍊下肢手臂嘅肌肉。將隻手拉去後邊嘅時候，亦都可以收緊上背嘅肌肉。吸氣，遞手拉直個身。呼氣，雙手握拳，作勢用力打落個肚度，收腹，重心坐後，然後雙手擺喺大髀嗰度。吸氣，望住前面拉長個身。呼氣，收腹拱背，然後再企翻起身。吸氣，再拉直個身。呼氣又重複動作。呢個動作握拳作勢打去個肚，係可以令個肚更加收實啲嘅。呢個動作除咗收緊核心肌肉之外，亦都伸展背脊嘅肌肉，增加身體嘅柔軟度。吸氣，遞手拉直個身。呼氣，雙手握拳用力指向腹部，收腹，重心坐後，雙腳微曲。再呼氣，淨係上身轉去側邊，雙手指上去側邊。再呼氣，再握翻拳頭指向腹部，再收腹。呼氣又重複動作。呢個動作都係可以鍛鍊全身嘅肌肉，尤其是側腰嘅肌肉，同埋可以靈活肩關節，同埋伸展上背嘅肌肉。吸氣，遞手拉直個身，雙手用力好似撳住個瑜伽球咁。呼氣，將呢個球碌落去個肚嗰度，收腹，重心坐後，雙腳微曲。呼氣，將雙手由前向後帶翻上頭頂，隻腳就跟住慢慢企翻直。又再呼氣，將雙手再撥翻去腹部位置，收腹，重複頭先嘅動作。呢個螺旋轉動嘅運動，亦都可以增加上身嘅柔軟度。吸氣，遞手拉直個身。呼氣，雙手打圈，一隻腳踏去側邊，一路打圈一路收腹，重心坐後。打完2個圈之後，吸氣，再拉翻直個身。呼氣，重複動作。呢個動作除咗鍛鍊核心肌肉之外，亦都可以鍛鍊手腳嘅肌肉，增加身體嘅敏捷度。示範又做完啦。如果大家有咩問題，可以留言問我㗎。好啦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